呢一條呢係嚟自小學二年班嘅一條數學題，咁係嚟自文字題嘅佢啲數字。咁我今次呢就唔詳細講文字題嘅內容啦，淨係講呢個計算啫。咁好多同學呢，我相信呢，如果見到呢條題目841減152加155呢，可能佢哋淨係識得諗做直式咯。咁當然啦，你用翻最傳統最基本嘅方法一定計到嘅最後，咁但係呢都會用咗一啲嘅時間啦，一定。但其實呢，如果你細心啲去諗呢，呢條數其實可以好簡單咁去理解嘅，因為呢，佢又有減啦，又有加。又有加嘅部分，又有減嘅部分。你可以咧想象下，而家咧有一個人啦，我當呢度有個人啦，向住呢個方向行。當佢咧向住前行嘅時候咧，就係加。我哋當佢而家係向前行155步，或者係向住呢一個方向行155步。然之後啦，逢親係減咧，你當佢係向翻相反嘅方向，或者係向後行152步。咁你就可以想象啦，如果叫你向前行155步，跟住又向翻後行152步，其實呢，最尾係向前行咗3步就只不過最後呢，就停咗喺向前行3步呢個位喎。咁所以呢，其實呢，我哋計呢條數呢，係唔需要呢，真係去列一個直式噶。如果你識得去咁樣去思考嘅話呢，你就係睇佢呢兩個數字嘅差額就得啦。155呢係同152嘅差額係3，佢相差係3嘅。咁而家係加155呢係多過152，係咪？咁所以呢，其實最尾呢就係841加3等於844呢，就已經係一個答案啦。咁所以如果識得用咁嘅方法思考嘅話呢，呢條題目呢嘅計算呢就會簡單好多啦。